第4课入声韵尾。台语有入声，有4种韵尾来代表入声，分别是 P 尾、T 尾、K 尾、H 尾。入声韵尾是一种喙型，爱结合其他母音才会得发音。P 尾的入声是合喙音 ，T 尾的入声是字正音 ，K 尾的入声是字近音 ，H 尾的入声是后凸音。咱来练习看卖。第一段 up at up up。第二段 ip it i。第三段 ut u。第四段 at yak a。第五段 op ok o。第六段咱搁来练习一遍。第一段 up at up up。第二段 ip it i。第三段 ut u。第四段 at yak a。第五段 op ok o。第六段